御田苑開陽松洞，600尺居屋單位，原積3房，好就真局促，家陣就拆房改間隔，換上白色主調，感覺開陽鬆動。由3房咧變成2房嘅設計，咁而家呢一間房咧，我哋就打造成為一個開放式嘅多功能房間嘅。咁主要有3個功能啦，一就係書房，二就係客房啦，三咧就係將佢個空間咧歸納埋喺客廳嘅一部分，令到客廳咧空間更加寬敞。多功能房暗藏湯門，閂埋之後，廳房獨立，可以俾客人留宿。其他機關一樣多，好似樓梯同地台，全部可以打開儲物。講完地台，輪到牆身玩特色設計。喺客廳嘅呢一幅牆身啦，原先比較細嘅，所以我哋就將佢個飾面咧連埋走廊咧做咗一個暗門嘅效果，咁亦可以隱藏咗個主人房個入口啦。亦都喺個飾面上咧，我哋主要係用咗白色嘅木紋啦，連埋一啲灰鏡，加埋一啲灰鏡嘅馬賽克嚟裝飾，咁令到整體嘅效果冇咁單調嘅。轉角面向飯廳，改鋪米色貝殼面馬賽克。飯廳都有3樣嘢係設計師嘅窩心設計。第一就係呢幅茶鏡。跟咗戶主30幾年噶啦，巧妙咁鑲上馬賽克，即時摩登晒。第二係特製餐台，連2邊高凳同低背卡座，台底仲可以拉出加長台面。第三係靠邊大櫃，前面有層架，方便退休戶主放金色紀念牌，後面就放 CD， 用到盡冇嘥位。係時候入去主人房參考下啦。外邊有走廊門，主人房新做幅長筒門喺正中間嘅客廁，可以獨立俾客人用。亦可以同房間相通，做套房亦得。睡房燈槽取代吊燈，光線柔和舒服。男戶主想有中式格調，床頭就鋪紅色樹葉圖案牆紙，衣櫃鑲灰鏡花圖案。衣櫃旁邊有上揭式嘅梳妝台，照顧女戶主品味同需要。